嗯今天听说有很多的就是华人弟子，华人的法友过来听课。本来是他们说有这个翻译来翻译，好像有一个翻译，所以我们，但是后来说好像没有这个翻译，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简短的说一下今天，因为可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所以呢，可能大部分都不知道我们今天这里说的是什么话。那所以呢，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就是这个米勒热巴大师的传记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勒热巴大师是在西藏是著名的一个瑜伽师，一个实修传承的大师。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是就是在米勒热巴大师的一生中，他成就的就是世间上也成就世界上成就了什么事情，而且呢佛法上他也成就了什么事情。在那世间上呢，当然因为他的就是我也不想说太多，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因为母亲的要求，然后呢他去修这个突然了还是非法是呗，非法了之类诸法，所以呢杀了很多人啊，这算是可能就是因为母亲的要求，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希望满足这个母亲的呃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所以呢他就呃很努力的去修这个诸法，然后呢，最后呢他杀死了这个很多算是他们家的敌人很多人，所以呢这个世间上来说，他也就是能够满足他的母亲的这样的一种希望。然后呢，当然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米勒日巴大师他对母亲的爱跟这个上师的虔诚，他是那么的就是专一。然后呢，为了那个呢，就是为了能够圆满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种希望跟然后呢上师的这种意愿啊，那他就不惜一切，他付出了所有的身口意的这样的一种三门的这样力量。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他在身上闭关修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他的妹妹会过来看他，然后呢就是妹妹看到他的那时候呢，就是的米勒热巴就是他不像个人的样子，然后反正就也没有东西可以穿，也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呢，这个妹妹跟他说，你这种修行呢，就不符合任何的就是修行人，在这个世间上任何的修行人不像你这个样子，所以呢，你选择的或者修行的方法是肯定是错误的，所以呢，你应该要跟其他的修行人一样去修行，不要过这么苦的这么就是残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他不顾这个米勒热巴大师他就是
别人怎么看待他，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只要走自己的路或者修自己的这样的道。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专一的，或者这样的一种不顾一切的，这样的一种发心，我觉得是可能是现在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就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啊，比如说，哦，这样做的话，别人会对我说什么，或者我那样做的话，别人会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呢，好像不是为了自己活，而是为了别人活，就意思就是说，好像是太在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时候呢，你的这种本来的这种意愿或者本来的这种发心就会动摇。你觉得啊，这样做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好，所以呢，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呢，米勒耶巴呢，他就不管，可能所有在世间上的人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他只要能够满足他的上师的这样意愿，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种不顾一切的去圆满这种上师或者他的母亲的这样的意愿的一种强大的勇气跟力量。然后再来，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对这个马尔巴大师的这样的一种虔诚心，他可能是米勒耶巴大师是最我们能够比喻这个虔诚心的，就是说最佳的一种标准或者一个比喻，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就是恶业，所以呢，他必须要此生能够清净他的罪业，能够成就佛果，不然的话，他的来生一定会没有什么希望啊，所以堕落恶道这样。所以呢，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心，这样的一种成就佛果的心，而且呢，为了这个呢，他就不惜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就是现在好像我们的心里呢，对这种成就佛果的、希求佛果的这样的一种心呢，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强烈。有时候可能成就了佛果也会，可能就会很好，但是不成就的话，好像也不怎么样。有这么样的就是感觉，所以呢，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虔诚心，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呢，我们我们就算是努力着，但是也没有什么成果，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心的一个诚心的这样的一种虔诚心跟信心。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米勒耶巴的大师的这个传记里面可以学到对，如何能发起一个真正的一个虔诚心，真正的信心，无论是对上师，无论是对这个佛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这我们能够要学习。然后呢，当然呢，我就好像当然还有很多的东西，好像说了蛮多东西，但是好像大部分都忘记了。
所以呢，好像也不用多说了。所以呢，就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这些过去的或者现在的，甚至未来的这些大师们，他们的这样的行仪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传记呢，不只是说一个故事，或者是一种历史，而是把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呢，一定要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跟忍辱、跟智慧，能够可以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稀有难得的人生当中，能够成就佛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应该就是这样，谢谢。